见不前人慈悲，天道之功，坤道之功，不前人午安。各位前贤，请坐下。各位弟兄师，出现，记得各位兄弟，各位师兄，各位姐妹，各位大家，大家中午好。目前的中午好。今日是补课啦吼，大家拢安尼放假呢，所以一日课甲数学补的课，算是我感觉吼，拢大家拢通用吼。其实吼，道理不在本地，在于迄个重点。咱若听着重点，听一堆，未听着重点，无效啊。但听着重点，其实人讲一点就令人忝忝吼。所以呢，今日听道理，听重点好。今日最后就是咱人是活分啦吼，由咱学校来做一